来消息来看，受到数位影音平台影响，有线电视的观众即嘛是愈来愈少，广告的收入嘛差真济哦。制作节目的成本嘛受到真大的影响，所以 NCC 预告讲要准备修法来放零法规，加1点钟会当放送广告，对4届要放零到6届。这一次预告是可能会变成6次，但是重点我们讲说。这一次是预告，我们还是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，我们也怕去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、乐听众的收视的权益受到影响。我们讲的 NCC 强调讲1点钟的节目，加强广告的时间是无变，无线电视会当放送中长度15拍广告，所以1点钟广告是会当有9分钟。卫星电视1点钟的节目会当有10分钟的广告。嘛强调讲这法规搁会预告，上紧明年1月底会实施。